最令人上癮嘅愛情，通常唔係最溫柔嗰種，而係忽冷忽熱。手機放喺台面，熒幕一亮，你個心即刻跳一跳。但睇清楚，原來只係銀行通知或者外賣優惠。你扮冇事，繼續做嘢，但其實個腦已經走咗去另一個地方。佢點解仲未復？係咪忙？係咪嬲？定係我啱啱嗰句講錯咗？有時候最慘唔係對方明確話唔愛你，最慘係佢間中好好，間中好冷。好嗰陣你覺得一切都有希望，冷嗰陣你又覺得自己成個人被吊喺半空。呢種關係好似賭局，你唔係每次都輸。如果每次都輸，你可能一早走咗。問題係佢偶然會俾你一次甜，一個擁抱，一句掛住你，一次突然好關心。就係呢一下令你覺得可能佢其實係愛我，只係佢唔識表達。忽冷忽熱最似愛，因為佢最似賭局。而另一邊亦可能有一個人好辛苦，佢覺得對方太黐身，一日問幾次你喺邊，信息遲少少覆就開始有情緒，想一個人靜下。對方又覺得你冷淡，你越解釋對方越唔信，最後你索性唔講，因為講都冇用。於是一個追，一個走，一個越追越驚，一個越走越煩，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先係受害者。今日我哋拆嘅書就係 Amy Levine 同 Rachel Heller 寫嘅 Attach， 中文書名係依附，親密關係是如何運作的。今集唔係要幫你貼一個標籤，話你係焦慮型，佢係逃避型，然後大家互相定罪。如果你用依附風格嚟鬧人，咁其實同用星座鬧人冇乜分別。今集真正要拆嘅係點解有啲人一愛就驚，點解有啲人一親近就想逃，點解你明知一段關係好辛苦，但就係放唔低，因為你以為自己面對緊愛情問題，但好多時候你面對緊嘅其實係安全感問題。人喺親密關係入面大致會呈現幾種唔同嘅安全感模式。第一種，焦慮型，佢哋好容易擔心對方係咪仲愛自己，一段關係有少少不穩定，個警鐘就響，信息少咗，語氣淡咗，見面少咗，都可以令佢哋成晚瞓唔着。第二種，逃避型，佢哋唔係一定冇感情，但佢哋好容易將親密理解成壓迫。一段關係越接近，佢哋越覺得自己失去空間，對方想傾深入啲，佢哋可能覺得被逼宮，對方想靠近，佢哋本能想退。第三種，安全型，安全型唔係完美人類，佢哋都會嬲，都會攰，都會有脾氣，但佢哋比較相信親密唔一定危險，有需要可以講，吵架之後可以修補。依附風格唔係醫學診斷，唔係話你一測出焦慮型，你一世都係咁，亦唔係話逃避型就一定係壞人。依附風格比較似一套安全雷達，當你進入親密關係，呢套雷達會幫你判斷我安全嗎？我會唔會被拋棄？我會唔會被吞沒？我可唔可以做自己？問題係每個人嘅雷達敏感度唔同，有人對距離好敏感，對方一退就好似全世界塌落嚟；有人對要求好敏感，對方一靠近就覺得自己快要透唔到氣。所以 Attach 最值得拆嘅地方唔係三個分類本身，而係佢提醒我哋好多親密關係嘅痛苦唔係因為其中一個人唔夠好，而係兩個人用緊完全唔同嘅方式揾安全。表面睇，親密關係入面嘅問題好細碎，一個人覺得覆個信息有幾難，講一句你今晚唔得閒有幾難，另一個人覺得點解你要管住我？我只係幾個鐘冇覆，唔係失蹤。你咁樣問，我好大壓力。如果只睇事件，好似好無聊，一個飯局，一次冇拖手，一句語氣唔好，但關係嘅局往往就藏喺呢啲小事入面。假設有一對情侶，呢個唔一定係書中案例，只係現實生活好常見嘅情景。女方今晚傳信息問你收工未？男方其實見到，但當時同同事食飯，諗住遲啲先覆。2個鐘後，女方再傳你係咪唔想理我？男方一睇，心入面已經煩，佢覆作我食緊飯啫，使唔使咁誇張？女方見到誇張2個字，個心即刻沉。佢唔再係問你收工未，佢聽到嘅係我嘅需要好麻煩，我嘅不安唔值得被理解。男方又聽到咩？佢聽到嘅係我冇自由，我做咩都要交代，我永遠唔夠好。同一件事，2套翻譯系統，焦慮型翻譯成佢唔覆，即係佢唔在乎；逃避型翻譯成佢問，即係想控制我。2個人其實都唔係想傷害對方，但佢哋每一句話都剛剛踩中對方最敏感嗰條線。呢個就係第一層局。你以為你哋嘈緊一件事，實際上你哋嘈緊安全感。好多情侶最後變成咁，焦慮型講我只係想你重視我，逃避型講我只係想有自己空間。
焦慮型覺得自己愛得好卑微，逃避型覺得自己被愛到好窒息。呢個局最麻煩係，大家都可以拎到證據證明自己啱，大家都睇到對方最差嘅一面，但冇人睇到對方最差嘅一面，可能正正係被自己觸發出嚟。關係入面最難拆嘅唔係邊個啱，係點解兩個人都覺得自己受傷。Attach 提醒我哋，依附系統一啟動，人就唔再係平時嗰個理性版本。平時你可以好獨立、好能幹、好識分析，返工可以處理幾十封 email， 可以開會，可以照顧屋企，可以扮到好冷靜。但一去到親密關係，對方一冷你就亂，對方一走近你又驚。呢個唔代表你冇用，只係代表親密關係係人類最容易觸發安全感嘅地方。第二層要拆深啲，焦慮型最痛苦嘅地方唔係佢哋想要愛，想要愛好正常，最痛苦係佢哋嘅大腦好容易將不確定感解讀成危險。對方今晚想自己一個人，危險；對方冇講我愛你，危險；對方同朋友出去玩，危險。一危險，佢哋就會出現一啲行為。書入面會講到類似抗議行為嘅概念。咩叫抗議行為？就係你真正想講嘅係，我好驚失去你，你可唔可以抱一抱我？但你講出口變成你咁鍾意同朋友出去，你同佢哋拍拖啦。你真正想講嘅係，你今晚冇覆我，我好不安。但你做出嚟變成故意唔覆返對方，發脾氣，講分手嚟睇對方會唔會挽留，翻舊賬，用冷戰逼對方證明佢在乎。呢啲行為表面好似好有攻擊性，但底層好多時係恐懼。焦慮型唔係想贏，佢係想確認你會唔會留低。但問題係呢啲抗議行為通常會令逃避型更加想退。逃避型又有另一套機制，逃避型未必冇感受，有時佢哋好有感受，只係佢哋一感受到太多就想關機。佢哋會用各種方法令自己降溫，例如突然放大對方缺點，佢太情緒化，佢太黐身，我哋可能唔夾，又或者開始懷念一個遙遠嘅理想對象，前度好似冇咁煩，某個曖昧對象好似更明白自己。一個未真正生活過嘅人，永遠比眼前真實嘅伴侶更完美。逃避型最驚嘅唔一定係冇愛，佢哋驚嘅可能係一旦我比你太近，你就會攞走我嘅自由。於是焦慮型越追，逃避型越逃，逃避型越逃，焦慮型越驚。呢個循環一開，就好似兩個人一齊踩油門，一個踩最近嘅油門，一個踩後退嘅油門，架車冇向前，只係原地燒引擎。安全型嘅人有咩唔同？安全型唔係永遠唔嬲，唔係伴侶3日唔覆都可以微笑祝福。安全型比較擅長嘅係，佢可以直接講需要，而唔需要用攻擊包裝。佢可以聽到對方需要空間，而唔即刻理解成被拋棄。佢亦可以俾空間，但唔係消失。例如安全型可能會咁講：我今晚真係好攰，想自己靜一陣，但我唔係唔理你，我10點半打俾你。或者你突然冇聲氣，我會有啲不安。下次你忙，可唔可以簡單講一句？你聽到分別未？安全感唔係靠讀心，安全感係靠穩定、清楚、可以預期嘅回應慢慢建立。你唔係太需要愛，你係太耐冇被穩定回應。呢個就係 attach 好重要嘅提醒。好多人成日叫自己唔好咁 needy，唔好咁煩，唔好咁依賴人。但作者其中一個很重要嘅方向係，依賴本身唔一定係壞事，人係會依附嘅。親密關係本嚟就會令兩個人互相影響。你伴侶一句說話可以令你安心，亦可以令你一晚瞓唔到。問題唔係你有需要，問題係你有冇揀一個願意理解你需要嘅人，同埋你有冇學識用健康方式講出需要。而家去到第3層，亦係最殘酷嗰層。點解明明有啲人穩定、溫柔、有交代，你反而覺得冇 feel？ 點解一個忽冷忽熱嘅人反而令你念念不忘？因為有時候人唔係被幸福吸引，人係被熟悉吸引。如果你由細到大或者過去關係入面最熟悉嘅愛就係不穩定，咁穩定反而會令你覺得奇怪。一個人準時覆你，講嘢清楚，情緒穩定，願意安排見面，理性上你知道佢好好，但你心入面可能覺得點解咁平淡？點解冇心跳？係咪我唔夠鍾意佢？相反，一個人忽然好熱情，忽然消失，你成日猜，成日等，成日分析，每一次佢返嚟，你個心就好似中獎。你以為呢種起伏叫愛，其實可能係你嘅依附系統長期被刺激。刺激唔一定係愛，有時只係你嘅安全感被反覆拉扯。焦慮型遇到逃避型，
點解咁容易形成陷阱？焦慮型需要確認，逃避型需要距離。一開始，逃避型嘅距離感可能好吸引，佢唔太熱，唔太黐，感覺好獨立，好有神秘感。焦慮型會覺得，如果我可以令呢個人打開自己，咁就代表我好特別。逃避型一開始又可能被焦慮型嘅熱情吸引，有人咁在乎自己，咁主動，咁投入，感覺都幾好。但當關係真係近咗，逃避型開始覺得壓力，於是老劇本開始。焦慮型問：我哋到底係咩關係？逃避型答：點解一定要定義？焦慮型想佢唔肯定義，即係佢唔認真。逃避型想佢一要定義，我就覺得被困住。焦慮型加大力度，逃避型拉開距離。兩個人都以為自己喺保護關係，實際上大家都係令對方更不安全。呢個局最毒嘅地方係，佢會驗證雙方最深嘅恐懼。焦慮型本嚟就怕被拋棄，逃避型嘅冷淡剛剛證明，你睇我真係會被拋低。逃避型本嚟就怕被吞沒，焦慮型嘅追問剛剛證明，你睇親密關係真係會令人冇自由。兩個人越愛越證明自己原本嘅恐懼係真。有啲關係就係咁困住10年、20年，結咗婚，有小朋友，有樓按，有雙方屋企人，有共同朋友圈，表面上冇大事，冇出軌，冇家暴，冇嚴重欺騙，但日常就係一個追，一個避，一個講你可唔可以同我傾下，另一個講我返工已經好攰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又嚟，一個講你從來唔關心我，另一個講你永遠都唔滿意。慢慢兩個人唔再講，唔講就唔嘈，唔嘈就好似冇事。但其實關係入面最危險嘅，有時唔係吵架，而係冇人再期待被理解。安全型嘅關係可能冇咁戲劇化，冇咁多高低起伏，冇咁多深夜長文，冇咁多一邊喊一邊和好。但安全型嘅力量就係穩定，佢唔會令你日日懷疑自己值唔值得被愛，佢亦唔會因為你講出需要就即刻話你麻煩。真正成熟嘅愛未必好刺激，但佢會令你有力氣返去生活。呢個就係依附理論入面好反直覺嘅地方。安全嘅依賴反而令人更自由。當你知道有人支持你，你反而敢出去闖；當你知道有人會回應，你反而唔需要日日查證。如果你知道關係唔會因為一次衝突就崩潰，你反而可以講真話。咁點樣破局？第一步唔係即刻判斷對方係咩型，唔好一吵架就話你典型逃避型，或者你焦慮型有發作，咁講冇用，只會令對方覺得自己被審判。真正第一步係喺平靜嘅時候認出自己嘅模式。你可以問自己幾條問題。當對方冇即刻回應，我第一個念頭係咩？係佢可能忙，定係佢唔愛我？當對方想親近，我身體反應係咩？係放鬆，定係覺得被困住？當我有需要，我會直接講，定係用試探、發脾氣、冷戰去表達？呢啲答案唔係用嚟羞辱自己，係用嚟睇清楚，原來我有一套自動反應。第二步，將抗議行為翻譯成真正需要。焦慮型最需要練習嘅，通常唔係完全唔需要，而係唔再用傷害關係嘅方式表達需要。例如你本嚟想講，你又唔覆我，你根本唔在乎我，可以改成你幾個鐘冇回覆，我會有啲不安。我知道你可能忙，但下次你可唔可以簡單講一句，等我知道你唔係消失。呢句說話冇保證對方一定接得到，但至少你冇用攻擊開始。逃避型要練習嘅，亦唔係逼自己24小時黐住人，而係當你需要空間，你要講清楚，而唔係突然消失。例如，我而家有啲 overwhelmed， 想靜半個鐘，但我唔係要避開你，我哋9點再傾。你睇，空間可以講，距離可以講，攰都可以講。最大問題唔係你需要空間，最大問題係你一攰就消失，令對方以為自己被丟低。成熟唔係冇需要，而係識得講需要，唔用攻擊同消失嚟代替。第三步，重新理解擇偶。Attach 其中一個好實用嘅提醒係，唔好只問自己有冇 feel， 要問呢個人有冇回應能力。有 feel 好易，一個人靚、叻、有趣、神秘、時冷時熱都可以好有 feel， 但 feel 唔等於適合建立安全關係。你要睇嘅係佢能唔能夠講清楚，佢會唔會修補衝突，佢對你合理需要嘅反應係尊重定係嘲笑。你講不安時，佢係願意理解定係話你煩。尤其係焦慮型，最需要小心一件事，唔好將令你不安誤會成令你心動。心動可以係吸引，但長期不安係成本。第四步，如果你已經喺一段關係入面，就要設計一啲可執行嘅安全規則，唔好空泛講你要對我好啲，呢句太大，對方唔知點做。試下具體啲，
如果你今晚唔方便覆，可以講一句我今晚忙，聽日再傾。我哋吵架可以暫停，但唔好用消失過夜。你需要自己時間可以講，但講清楚大概幾時返嚟。安全感唔係靠一場大談判建立，好多時係靠一啲細微、重複、可信嘅行為建立。第5步，要知道有啲關係唔係靠你一個人就可以修好，呢句好重要。如果你係焦慮型，你可以學直接溝通。如果對方願意回應，關係有機會變安全。但如果對方永遠嘲笑你嘅需要，永遠消失，永遠話係你問題，你再學幾多技巧，都只係學識更優雅咁受傷。如果你係逃避型，你可以學習講出空間需要。但如果對方永遠用爆炸、威脅、控制去回應你，你都需要保護自己，而唔係硬逼自己親近。破局唔係叫你無限包容，破局係睇清楚呢段關係有冇2個人一齊學安全，定係只有1個人不斷縮細自己。如果一段關係要靠你縮細自己先維持，嗰個唔叫磨合，叫慢性失血。我哋好識講忙，忙係一個好方便嘅字，佢可以真係代表忙，亦可以代表我唔想面對，我唔知點講，我驚一講就嘈交。我好忙呢句說話有時係事實，但如果一段關係入面所有情緒對話都被忙攔住，咁忙就唔再係工作狀態，忙變成一道牆。拍拖嘅人會咁，平日大家返工攰，週末想休息，一個想見多啲，一個想有自己時間，一個覺得你愛我就會安排時間，另一個覺得我返足5日工，星期6都要交功課。其實兩邊都有道理，但如果唔講清楚，就會變成互相扣帽子。想見面嗰個被叫做痴心，想休息嗰個被叫做冇心。結婚多年嘅人更加明白，同一間屋2個人都忙，一個照顧小朋友，一個照顧父母，一個計家用，一個擔心工作。夜晚坐埋一齊，唔係冇話題，而係冇力氣講真話。慢慢關係變成功能性合作，邊個交電費，邊個接小朋友，星期日去邊度飲茶，所有事情都有溝通，唯獨感受冇溝通。呢種婚姻唔一定即刻爆，佢甚至可以運作好多年，但人會慢慢幹。其中一個想靠近就變成又離，另一個想保持距離就變成算啦，講都冇用。Attach 俾觀眾嘅提醒係，親密關係唔係靠忍耐自動變好，你唔講需要，對方未必會識；你一講就攻擊，對方更加唔想聽；你一被要求就消失，對方只會更不安。唔需要一開始就坐低傾3個鐘人生，可以由一句具體說話開始。例如焦慮嗰方可以講，我唔係要你即刻覆我所有信息，我只係想，如果你今晚會好忙，可唔可以話我知一聲，咁我個心會定啲。逃避嗰一方可以講，我唔係唔想同你傾，我係而家好亂，再傾落去我會講錯嘢，我想沖個涼，11點前返嚟傾。結婚多年嘅人可以由一個小約定開始，每星期有1晚唔講小朋友，唔講錢，唔講屋企人，只係問對方最近點。聽落好簡單，但長期關係就係靠呢啲簡單到你以為冇用嘅嘢救返嚟。安全感唔係浪漫金句，安全感係可預期。你話要靜就講幾時返嚟，你唔用消失懲罰人，你唔用追問逼到對方窒息。香港人好叻死頂，死頂工作，死頂家庭，死頂婚姻，死頂一段自己都唔知仲有冇希望嘅關係。但親密關係最需要嘅未必係死頂，有時係誠實。誠實講我需要你，誠實講我而家需要空間。真正安全嘅關係唔係永遠唔吵架，而係吵完之後2個人都願意返嚟。呢本書最有力嘅地方唔係教你點樣變成一個零需要嘅人，相反佢話俾我哋聽，人本嚟就有依附需要，你需要被看見、被回應、被安撫、被珍惜，呢啲唔羞恥。但同時呢本書亦提醒我哋，有需要唔代表你可以用傷害方式表達，需要空間亦唔代表你可以任意消失。親密關係最難嘅地方就係2個人都要學，我點樣保護自己，同時唔傷害你。點樣講出需要，同時唔將你變成我安全感嘅唯一來源。所以今集最後，我想留低一句：你唔係太需要愛，你只係需要一段不用日日猜，不用縮細自己，不用靠痛苦證明心情嘅關係。如果你喺一段關係入面長期好攰，唔好急住鬧自己，先問一句：我而家係咪喺安全感錯配局入面？如果係，下一步唔係即刻怪邊個，而係睇清楚模式，講清楚需要。觀察對方有冇能力一齊建立安全。愛唔應該令你長期像考試，愛亦唔應該令你覺得自由，
一定要靠逃跑先保得住。真正好嘅關係係你可以靠近，亦可以呼吸，可以有自己，亦可以有我哋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幫你睇清楚一段關係，歡迎幫我哋按個 like。呢個 like 唔只係支持頻道，亦會令 YouTube 知道原嚟呢類唔浮誇、慢慢拆人性同關係嘅內容係有人想睇嘅。另外，如果你想更深度支持呢個頻道，亦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你嘅支持會令我哋可以繼續花更多時間揀書、查資料、寫稿，做出更紮實、更有溫度嘅內容。我哋下集繼續用一本書，拆一個你以為係人生問題，其實係一個局嘅局。